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张秀清的歌曲《哭穷的爱》这是作词呢，作曲都是石国人先生这首歌这个速度是1161分钟有116拍有点快那个最低音呢是低音的收，比如说这里就有这就是低音的收。那最高音呢，在高音的哆高音的哆在哪里？这里有那我们来数一下这首歌有几度：嗦拉西哆瑞咪发嗦拉西哆，11度11度的歌曲呢是蛮好唱的了相信大家都能朗朗上口。来，我们唱这边，看这边，跳过前面2行前奏呢，来，我们来唱这首歌心啦啦嗦啦2 3啦瑞咪瑞哆啦2 3，来这边心唱的家请欢喜，内面有你的名请欢喜，一暝的思念有够痛也是要欢喜。来我们看一下闭口音，心是闭口音，心唱的家内面有你的名这个咱用读的时阵就读名名有几个音？2个音所以唱的时候呢，等一下这里请加装饰音名我们说唱歌就是说话的延续，怎么说就怎么唱，所以咱读的时候，我们说的时候说名唱，当然要唱名比如说这里心会眼心有几音？2音，所以小等下嘛是要唱眼心也是要唱装饰音，加个装饰音唱心唱2个音。来，从头啦啦嗦啦2 3啦瑞咪瑞哆啦2 3，来唱歌词，心唱的家内面有你的名，再一摆，心唱的家内面有你的名，金咪瑞咪瑞嗦啦嗦咪2 3 4 1 2 3，瑞咪瑞嗦啦嗦咪2 3 4 1 2 3，来唱歌词，一暝的思念闭口音，一暝的思念有够痛，来，一暝的思念有够痛。来，也有人呢在这里呢多加了半拍的收，那这个小节子是4拍，那咪就4拍了，那多加一个半拍，是对，你说对了，这里加了一个半拍的收，那这个咪呢就要缩短，对不对？就要变成3拍半的，所以呢，我们唱的时候唱有够痛这里有一个收半拍的时候，有够痛一暝的思念有够痛，1 2 3这样也行，也很棒，对不对？来，继续。哆瑞咪嗦啦嗦咪2 3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听到有同学在这里都唱错了所以我们再来重复一次，哆瑞咪嗦啦嗦咪2 3，再一次。哆瑞咪嗦啦嗦咪2 3，哆瑞咪，所以要唱什么？冰冷的眼神，记得刚刚说过要装饰音冰冷的眼神，再一次，冰冷的眼神，啦咪瑞哆啦2，啦咪瑞哆啦2，互我雄雄才知影互我雄雄才知影，放你走，咪瑞瑞，放你走，
帮你走。来，接下去瑞咪瑞哆西西瑞哆西拉2 3 4 1 2 3，瑞哆西西瑞哆西拉2 3 4 1 2 3。来，从这里帮你找，帮你找。你已经无欠我1 2 3，来，再来一次，帮你找。你已经无欠我1 2 3，来，从头，心藏伫这2 3，内面有你的名2 3 4，一暝的思念有够痛1 2 3，冰冷的眼神。予我雄雄才知影，帮你走，你已经无欠我1 2 3。唱到这里呢，主歌就唱完了。从这里动抽开始呢，就副歌了哈。来，我们来看咪嗦啦啦啦哆西西啦，咪嗦啦啦啦哆西西啦。来，唱到这呢，最爱我这个音是这首歌上悬的所在，对不对？爱唱到高音，咱要安怎？爱会记的。唱高音，头前不要抬高唱高音呢，反而要把下巴缩一下不要抬上去抬上去呢，声音会变成在喉咙就高不上去了还有呢。都请张大嘴然后肚子挺一下这个高音就过去了当初讲你最爱我，当初讲你最爱我，你差不多连讲加肚子就要用力了这样这里就会比较好上去。当初讲你最爱我，嗦咪咪啦，嗦咪啦咪嗦嗦，嗦咪啦咪嗦。拉咪嗦这后面个一拍对不对？所以这个嗦要唱1拍又1/4来，嗦咪拉咪嗦，嗦拉嗦咪2，来，嗦咪拉咪嗦，嗦拉嗦咪，这呢倔强的手爪，这呢倔强的手爪，嗦咪拉咪嗦，嗦拉嗦咪，这里。这呢倔强的手爪，当初讲你最爱我，遐呢倔强的手爪，瑞哆咪瑞，瑞拉嗦，嗦拉拉嗦咪2 3 4 1 2 3，来这里。瑞哆咪瑞，瑞拉嗦，嗦拉拉嗦咪2 3 4 1 2 3，来这里。感谢你将我当作那是命1 2 3这里刚刚呢听到有人问老师，这个有够痛，我能不能唱成有够痛那个样子？可以。不过呢，这个命就是命，你就要你这个嗦这里多唱半拍，那这个咪就要变成3拍半，对不对？要记得来，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拖半拍的怎么唱感谢你将我当作那是命一命这里多了一个，对不对？感谢你将我当作那是命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要拖半拍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呢将我当作那是命那是一命只有1拍好。来这里，咪嗦啦啦哆西拉2 3，咪嗦啦啦哆西拉2 3，还记得岳云老师刚刚讲的吗？你在拉的这个地方肚子就要挺一下，这个哆嘴巴要张大，下巴不要抬高，要收起来要收起来，然后肚子要挺一下。都不管别人怎样看，过一摆，不管别人怎样看，过一摆，
不管别人怎样看，二三嗦咪咪啦，嗦咪瑞咪二，来嗦咪咪啦，嗦咪瑞咪二，来，遐是为你等的加二，来啊！为什么我没有数二三？因为咪只有2拍哦，所以我数二来，也是为你等的家。瑞哆咪瑞，好熟哦，对，没错，瑞哆咪瑞，你看这里，瑞哆咪瑞多感谢你，今嘛等待你，瑞哆咪瑞，感谢你。等待你，这个感谢你，感是闭口音啊、要记得感谢你，这个等待你，嗦咪瑞咪咪瑞哆啦二三四，一二三四，等待你。转来看阮做阵行，然后呢，音乐继续走走走，走到这里，有一个反复记号，来，看到反复记号的终点，我们赶快往前走哦，在这里啊，音乐又从这里走到这里，走到这里呢，接下去唱嘛，心唱的家，这第二遍哦，内面有你的名，唤起一暝的思念。有够疼，一二唤起冰冷的眼神，唤起，互我雄雄才知影，唤起放你走，唤起你已经无欠我，一二唤起当初讲你做，当初讲，对不起，这个是半拍哈。来，我们从这里，当初讲你最爱我，唤起遐尼倔强的手爪，唤起感谢你，唤起将我当作那是命。一二，唤起不管别人怎样看，唤起也是为你等伫这，唤起等待你。转来看，阮做阵行，一二三四，唱到这边呢，我们刚刚唱第二遍，对不对？这个一就不要唱了，直接从这里啊，从这里呢，我们来连一下看看哦。转来看，阮做阵行，二三四，一二三四，然后这里呢，一二三。要接东抽啊，东抽，然后呢接这里啊，你看到这个 S 啊，这里又有一个这个叫蛇钮啊，你看到这个蛇钮就要去找蛇钮。当初讲你最爱我，遐尼倔强的手爪，感谢你将我当作那是命。不管别人怎样看，也是为你等伫这，等待你转来看阮做阵行。好，这样子呢，从头到尾从头唱了一遍，唱到这里呢，看到这个反复记号呢，又从头，那这是音乐了哈，音乐又走到这里，你又继续唱第二遍啊，第二遍呢，看到这个地方呢，就要不要这个一就不唱，就直接唱二哈，二呢，二只有3个空拍，然后再当初讲你最爱我啊，唱到最后面，这样就对了啊。这首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大家喜欢我们岳云爱唱歌跟您分享的曲子吗？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的曲子呢，欢迎大家到 YouTube 来订阅我们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啊。同时呢给我们打开铃铛、按赞，并用力的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哦。大家一起来唱歌啊！这个疫情呢，袂当出去拍拍照啊，对不对？踮咧厝里唱歌啊，身体嘛真健康啦哈。唱歌就是内脏的按摩哈，就是有规律的内脏按摩。
欢迎大家到岳云爱唱歌来一起开心唱歌。我们下次再见。